總統府公告醫療法修正案3版號白紙正式入法，衛福部規劃是明年開始先對醫療中心先來實施。台大病院也表態，因應新制度會來推動一日手術，也就是病人迄天開刀，迄天的暗頭仔就會當出院，唔望是會當減輕護理人員的負擔。為改善護理職業環境，3版號白紙已經正式納入醫療法。衛福部規劃明年開始由醫學中心先上路，國內醫學中心龍頭台大病院先表態，因應新制上路會推動一日手術，來減少病房佔床率甲夜班護理人力的負擔。心導管如果只有檢查，裡面沒有裝支架，只是做檢查而已就 OK 啊。在美國都是1天就結束了，你為什麼台灣人不行？這樣可以讓民眾早點回家吧，恢復正常生活啊。台大病院表示，醫療科技進步，過去開胸坎啊、開腹等大型手術攏改做微創類似鏡頂手術，所以計劃將過去愛住院至少2.5天的住院手術改做一日手術，各種術前評估改佇門診，初步鎖定心臟內科、泌尿科等，包含心導管、膀胱鏡頂手術，病人當日手術了後，尾仔嘛就應出院，回厝休養。商業的保險的一個規定，必須要住院給付，實支實付。所以他會要求要去住院的一個情況，而形成所謂假性住院的情形。在過去的統計，半年可能就是會使用健保的資源超過40億元以上。台北警總也表示，無論是一日手術，或者是一日住院，攏是全球醫療出色。反正部分手術已經改做門診手術。金管會指出，已經甲衛福部就險業建議推出1年期在體醫療照護險，包含特定在體醫療處置降低、加成住院甲醫療資源浪費，按過給付範圍、定價甲使用對象，一元愛閣討論。記者綜合報道。